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讲到这个甜点哦，很多人都说，现在就是大家都注重养生嘛，就是要少糖啦、少油啦，就是尽量味道都要清淡一点哦。但是我个人呢，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啦。我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说，可不可以做的不要那么甜啦？好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甜点不甜，真的就不能叫甜点了哈。那因为甜点是配咖啡啦，还有配一些红茶啦，配一些抹茶。那当然很多人现在呢，咖啡里面要加糖，又要加奶。那红茶里面也要加奶精或者牛奶哦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，我甜点不需要这么甜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个人还是觉得哦，甜点它该有的甜度还是要有一点，那个幸福的感觉呢，才会100分哦。我们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会请到呢来自高雄的徐延伟徐老师呢，要跟全球的这个观众朋友分享呢，让你甜蜜蜜的这个甜点哈，要怎么做哦？我们现在来欢迎呢，徐老师，老师您好。全球观众大家好。如何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下午茶的这个桌子上面，让人感受到一桌子的幸福哦？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。对，因为它很重视细节，要很绵密的感觉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要怎么做出来呢？老师今天要分享2道哦，一道呢，也很有养生概念。是紫薯蒙布朗，来，赶快来表演一下你的绝活。那我们先要做塔皮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先把塔皮先做出来。那我们使用的是椰子油。也很养生哦。椰子油加大豆卵子啊，那素食就是都可以吃的。对，还忘了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哦，我们今天老师呢所研发的这些创意甜点呢，都是无蛋无奶，所以就是说吃素的人啊，全素的人都可以吃哦。对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椰子油先把它软化。好，那软化的时候不要把它打发起来，那我们再加砂糖。好，那我们稍拌一下，因为我们在做荤食的时候，它会用蛋黄，那我们就用那个豆奶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啊，就是先把它拌一拌，加盐，盐巴哈，老师加的好像是玫瑰盐是吧？海盐，海盐哦。有一点带粉红色。好，那我们要把那个面粉和那个泡打粉啊，把它过筛。今天如果说我们过筛的这个粉类呢是很多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台湾啊，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呢，我们都甚至还会建议大家要过筛2次哦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就是轻轻拌均就可以了。所以会发现老师呢都是用很轻哦，而且没有过度的这个搅拌哦，只要把所有的这个材料呢，把它呢，就是说混均匀就好了哦，不要以为是今天我要做面包啦，还是要做馒头啊，就是用劲呢去这个搅拌它哦。好，那我们这样拌好之后啊，我们要就是把它放在冰箱，好冷冻，然后再来塑形，再塑形就可以了。OK。那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，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先把它挑馅，因为我们那个紫色地瓜啊，我们要先下去把它蒸熟。好，那蒸熟的时候把它压，因为地瓜它本身有纤维素。观众们有看到哈，这个从背后呢。这边刮出来的这个泥呢，才是真的我们要做甜点的哦。因为不然你上面还是有一些那个纤维的话，我们不让它呢。当然我们说现在养生很重视所谓的膳食纤维呢，这一部分呢，可能就要跟大家说抱歉了哈。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是不太想要吃到这个膳食纤维的哦。这个紫薯用起来之后，我们就一样是先把它放着。那第二个是我们用那个栗子馅，这个也是要再过筛一次。再过筛。我看老师这个真的是好细心哦！我觉得你刚刚拿出来的那个泥已经非常非常的细了哦，你居然还要再把它还要再过筛一次。这一样是过筛的泥。
它就是会更细腻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把那个栗子啊，因为这也是蒸过的栗子，然后再把它切丁状就可以了。就是待会儿就是在那个栗子馅里面要把它再加进去吗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它放在一起。那我们将栗子泥和栗子粒，好，也是再把它拌均匀。现在要把那个鲜奶油，好，要把它打趴起来。是。好，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紫薯蒙布朗呢，因为是属于这个无蛋无奶的，所以老师在用的这个鲜奶油方面呢，就用所谓的植物性鲜奶油哦。那我们在打的时候啊，就是不要打得完全过发起来，好，让它有一点琉璃状就可以了。哦，是哦，跟我们一般打那个动物性鲜奶油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对。那我们现在打发完之后，好，我们要把那个鲜奶油跟栗子泥哦，我们要把它拌在一起，增加它的那个口感啊，滑润。那我们把剩下的鲜奶油跟紫薯也是拌在一起。哦，所以紫薯虽然它的水分含量比较多，但是也是会加一点这个鲜奶油哦。对。哇，变成很漂亮的这个紫色的。好，那我们拌好之后，我们就是先把它装到菊花袋。好。那我们现在那个塔皮啊，它刚才冰过之后。好，就已经硬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把它入模型。那我们一个塔皮哦，我们给它用20克。哦，一个一个要把它，就是说一定要大小一样啊。对。然后厚薄也尽量一致。然后那个重量要一致。那我们就可以入烤箱下去烤。然后老师大概要烤多久呢？160，12分钟。烤好的塔皮哦。好，出来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放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挤上我们的那个内馅和那个外皮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在挤的时候就是手老师有稍微拉高。哦，那我们再把它旁边呢再挤上紫色的那个地瓜哦。那我们是用绕的方式，很像在爬楼梯一样。那力道要很轻的，不然它会断掉。就是一定要让那个从那个菊花嘴出来的这个紫薯泥呢，要就是说大小要差不多。对。哦，所以你用的力道，挤出来的力道，好，尽量控制到呢非常非常的平均哦。不然就像老师讲的会断掉，当然断掉不影响口感，但是影响卖相。对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在挤这个时候要给它逼气。一定要憋气哦，就最好是让它一口气完成哈，一气呵成。好，然后老师呢就另外呢再给它装饰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上面再撒一些糖粉，芳草糖粉，然后再做一些巧克力的那个就可以呈现出去了。你们家有怎么样可爱的一些可以吃的东西，也可以摆上去，可以吸引这个小朋友的话，会吸引那个客人的。好。